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待我言，生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谢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这集男主就是我，将会告诉你什么叫演技大爆发，大爆发。哎，汪来这里。哎，那个苗里呢？我联系过他了，一会儿就到。真能吃，饿了不行吗？你真的是和九尾娘娘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见过他？你是？我是青桥，从涂山来的。他也和那个人好像。哦，这么着急，是有什么消息了吗？青桥从涂山带来消息，而且还是好消息，龙族少主已经出现了。他出现了。皓月师叔说他应该就在这里，跟龙族的人在一起。所以意思是，只要找到他，我们就能找到昆音所了。我就说嘛，一定会有希望的。狐狸跟青桥的关系很近哦。谁知道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哟，我们家可爱的陶小姐好像吃醋了呀。谁吃她的醋啊？跟我争，她还不够格呢。啊，很有信心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谁要跟她争啊？那我先走了。那边有消息的话，随时联络。涂山那边就拜托你了。就放心吧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青姑娘，谢谢你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开始追查线索。哎，停！汪兰，现在这么危险，只有学校最安全，你还是别乱走了吧。可是我也不能干等着呀。龙族的人一个比一个厉害，要真出了事情，我们未必都能保护得了你。你放心，师傅和师叔
已经开始追查了。你说我身体里有一股很厉害的力量，可是为什么我使不出来啊？而且我什么忙也帮不了你们。小姐，你现在能帮的忙，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我同意。妈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都是见过什么妖啊仙啊的，还能被我吓着？那你还好吧？虽然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是勉强可以接受吧。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把你扯到这件事里来的。你不用道歉，我没有怪你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不用，很危险的。再说了，你帮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又不是要随便找个什么理由缠着你，就算是作为你的朋友，我也有责任要保护你。你可不能剥夺我保护你的权利。行，我不剥夺好了吧？不过这件事不是你能掌握的范围之内，你也要小心，不能瞎逞强。那你也小心一点。哟，苗大神，刚才汪兰在外边，你竟然在里边装酷，太有意思了啊！我俩那一次在楼梯间突然晕倒，你出现的时机为什么会那么巧？而且苏娇就这样失踪了，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？苏娇娇的失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待在汪兰身边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看你是神志不清了，得谁都要怀疑一下。没想到堂堂苗大神，神经这么脆弱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你最好离汪兰远一点，要不然我会对你不客气。应该离汪兰远一点的是你吧？是你要离开汪兰，你要离开碧溪。你别再伤害她，你别忘了。汪兰身上的杀生石是因为你而觉醒。如果你要真的有那么爱她，何不像千峰说的那样，用你的命去换她的命？我会不惜生命保护汪兰安全的，这点你不用操心。你拿什么保护？击剑呢？你别逗我了！你以为是小孩子玩过家家？如果你有什么秘密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随你啊。少主觉得很意外吗？我一直在找你们，你们搞什么鬼？连本少主的话都不听了。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地方藏身，长老不方便见你。他想要见你，跟我走吧。少主，你来了。这段时间你们都去哪儿了？住的地方被狐族发现了，稳妥起见，我们先隐蔽一下，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少主。千峰是你伤的？是，只不过还没有抓到他。他去找汪兰了，还好被刘英跟皓月拦下了，要不然
等他们到了涂山，解开了杀生石，一切都晚了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你们就是不听。你们是想把我说的话当放屁吗？啊！属下不敢。只是少主，现在的形势，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，千峰受伤，那几个小仙不足为虑，正是下手的绝佳时机。还望少主早下决断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属下斗胆请问少主，何时才是下手的时机？难道少主已经忘记当年的涂山之辱，忘记我龙族大业，忘记这千年困心的痛苦了吗？我当然没忘，杀生石我会拿到。但现在麻烦的是，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出现。他们怎么会知道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消息是从涂山来的。涂山。那下一步，少主将如何打算？先静观其变吧，我暂且不回去。是，属下自会安排。少主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就是睡不着，随便逛逛。看来是这困心锁令少主辗转难眠嘛。把东西给我，我有用。少主，老仆苦苦寻觅你1000年，今时今日所做之事，皆是振兴咱们龙族。可是你，却为了一个狐狸精，想重蹈覆辙。难道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把困心锁给我，我自有我的道理。对不起了，少主，这一次，老仆不能够再答应你了。就这么想救那个狐狸精？放肆！我还轮不着跟你解释。你们都先给我退下！少主，知不知道，那些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？什么朋友？带少主回房间，严加看管。是。苗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原来他就是龙族少主。是你们救了我。哎，我们不是要救你，是要留你一张嘴，让你开口说话。白龙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真的是龙族少主？是。哼，那你藏的也是够深的呀。
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。他们摘走了我身上的昆心锁，我才想起以前的那些事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认识那么久了。当年你拿昆心锁困住我，我虽失了心智，但是我的本能却一直在找你。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。我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啊？大家都是因为我齐聚在这儿的。那么，在场的谁还是正常的呀？控制苏娇娇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让她替你们龙族办事。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我能有什么阴谋？我只是想救汪兰。苏娇娇被他们下了咒，已经完全被龙族所控制。他那次是想带汪兰走。你说你不想害汪兰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？对啊，要不是被我们发现，你就打算一直瞒着我们呀？你们让我说什么？说我自己是龙族少主，那我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汪兰，我以前不会害你，现在也不会。有些事情，不管过了多久，都不会变。不用在这里演戏，信不信随你。长老，我们与龙族1000年的恩怨，他的话不能信，有了他才能找到昆心锁。我就是去偷昆心锁，才被长老发现的。现在，长老反叛之心依旧。你觉得他真的会能拿昆心锁来换我的命吗？那我们就试试看。长老，你先放开他。你还相信他的屁话？至少，我相信他不会害我。要怎么样才能找到昆心锁？恐怕他们现在早有防备。哎，我看你伤那么重，就好好休息了，别乱动了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有什么打算，用不着你管。今天大家就在这，好好休息吧。外面的事，我们去处理。好。哎，他是妖不是人，你确定能补身体吗？那不然怎么补啊？我倒觉得你给他念念经差不多吧。瞎说。哎，我到现在还没喝过你煲的汤哎。啊，某人好像吃醋啦。那我煲好了，第1碗就给你喝。你真的相信他讲的话吗？嗯。他要是想害我的话，为什么要帮我拿困心锁呢？你觉得他会害我啊？你该不会觉得他喜欢你，他就不会害你吧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要这样想？我相信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，而且他是因为我受伤的，我不能不管他呀。就目前这种情况来说，我们这种小分队就是应该互相信任、互相团结，对吧？好啦，你别担心了，我的心只在你这里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我是不放心你的安全，不是不放心，不是不放心你会变心。哪里来的自信啊？你会吗？
我们都已经兜兜转转几千年了，到头来你还不是得爱上我？所以你会变心吗？你少拿这种事儿说事儿啊！我劝你还是有点危机感吧。有危机感啊？嗯。啊。喂，你不要变心哦。喂，拜托你，就算是敷衍我，能不能真诚一点啊？哎，你不要变心哦。好了，核桃吗？他们人多了不少。管他人多人少，早晚都得拼这一把。我今天晚上行动。真送死吧！好生忘了疼啊你！你要是没胆子可以不去，我也没指望你帮什么忙。老狐狸啊，他们藏身之处暴露出来了，却没像上次一样离开，分明等着我们送上门啊！那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要知道，现在多耽误一刻，王楠的身体有多一分危险。再说了，坤心锁可是你们要找的。如果你们的方法不行，我就只能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解决了。就算是硬闯，也要有计划吧？如果我们失败了，谁保护王楠？长老，胡族那边有动作。不用去管他们，现在该担心的不是他们。口渴，喝点水。这里没别人，你不用再装了。这么盯着我有意思吗？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你心虚了，所以觉得我盯着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你骗得了汪澜，骗不了我的。我倒要看看你能骗到什么时候。好，那你就看看我能骗到什么时候。少主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那些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？什么朋友？看来你并不知道流云皓月的真实身份。你想想，仙族和狐族潜伏在汪澜身边那么久，还不都是因为杀生石而来？只要得到十字妖心之力，别说屠山，就连六界都要对我们龙族俯首称臣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不管我怎么劝你，你都不会放弃那个女人。困心锁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想要得到十字妖心之力，也并非只有一个办法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我可以不伤害那个女人的性命。什么办法？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
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